次到青少年的聚会分享，所以我很紧张。那如果讲的不是很顺其，大家多多包涵。那首先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家不是基督徒家庭，我的父母以前也都是拿香拜拜的。然后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常常生病，然后就要常常跑医院。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上小学之前，我爸爸妈妈他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把我带到桃园的外婆家。然后我的外婆就是在迦南教会聚会，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然后我那小的时候就生病啊，我妈带我去外婆家，然后就把我放在那里，然后就是要什么药啊，什么都交给外婆。可是我那个药几乎都没有吃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外婆都用祷告的就把我的病医好了。谢主让我在小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奇妙的神迹在我身上。那我也很高兴，在这个外婆家的时候，都可以在外婆家吃好的、睡好的，然后礼拜天可以跟外婆到教会来。然后我的教会就是迦南教会，我就是在桃园的时候，我也会跟外婆到迦南教会的主日学参加这个台语的主日学。那时候我也听不太懂台语啊，就是就来到这里啊，然后就听他唱歌啊，就跟着唱啊，玩游戏跟着玩游戏，然后就听，然后听也听不太懂。可是那时候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就在小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因为耶稣他很爱我。然后我在小的时候，我在桃园的时候，我外婆就曾经有一次，就是我要回外婆家，然后要开门，就钥匙我就说我要帮外婆开，就钥匙插进去，然后就往左边转也不是，往右边转也不是，也摇不出来，就卡在那里面了。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差点要吐出来了，因为想说怎么办，进不去了。然后外婆就跟我讲说没关系，我们来祷告。然后外婆就牵着我的手祷告，就说希望可以让我们等一下可以顺利的进家门。结果我跟外婆祷告完了之后，过了大概1分钟，钥匙就滑出来了。对，真的很神奇。对，然后我回家有跟妈妈分享，就是妈妈那时候她不是基督徒，所以她听到我讲这些，然后就听啊，然后我就跟妈说，我就说妈妈你怎么不来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啊，你怎么不来信耶稣？我妈妈就跟我很认真的跟我讲，那才幼稚园哦，我妈很认真的跟我讲说，那个信耶稣，你信就好了啊，那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所以你信耶稣就好啊，我还是信我的，对啊，可是真的在这个祷告，我外婆就一直为着我们家来祷告。然后感谢主，在我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了，然后对，我妈妈跟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的这个教会生活，然后她也亲自体验到神奇妙的爱，然后她现在也在主日学当老师。啊，我们的爸爸虽然那时候我2年级的时候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进教会，但是在我6年级的时候，我爸爸也现在也跟我们一起去教会，然后也受洗了，成为基督徒。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外婆一直持续为我们这个家祷告，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上的好长辈。再次感谢神。那刚刚我讲的是我如何认识这位上帝，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所认识的上帝。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识耶稣，不过我想每一个人经历的耶稣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是很温柔的啦，很勇敢的，或是他是一个好牧人，是一个好爸爸，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不过对我来说，我所认识的耶稣是一个值得我献上赞美的神，因为神给我的实在太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报答。而且上帝他什么都有，我又要拿什么东西来回报上帝呢？所以我就只能用他给我的恩典来回应他的爱，也就是音乐和舞蹈。我从小就有学钢琴，所以当我到了教会，我看到教会的这个司琴的大哥哥大姐们在弹钢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以后也要来用音乐来服侍神，然后也要像他们一样。很棒的是，我在国小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个愿望。虽然那时候我是在主日学服侍，不过我很清楚的知道，神一样喜悦我的献上我的这个敬拜。每一次我在弹钢琴的时候，我有看到大家在台下就跟着伴奏一起开口来敬拜赞美，就真的我会觉得这个司琴这个神给我的这个职位，我就感到很荣耀的。我觉得很高兴可以为神来服侍，被神所使用。然后我现在就是传道刚才讲，我现在也用舞蹈来赞美神。对啊，因为敬拜神不仅仅只是可以用音乐来敬拜赞美，像诗篇里面的大卫王，他就是一边跳舞一边敬拜赞美的。我现在进到永光教会这间教会的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教会有跟其他教会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他们有舞团，可是平常在听到的都是乐团，很少听到舞团。
然后后来我就是在永光教会待了一阵子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教会有一个老师是专业的舞蹈老师，然后他愿意就是摆上他自己来为神所使用，然后在教会有开这个儿童舞班的课。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妈妈的鼓励下，我就好啊，就有机会学跳舞，我就去参加这个舞班。然后在社区儿童舞班里面，就是会有信仰比较坚定的，也会被牧师跟老师选做舞团的团员。然后其实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就随随便便就被选进舞团，因为服侍这件事情是你要明白服侍的意义，然后你愿意摆上，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如果你在舞团里面，你可能你的一些行为表现，或是你的服侍的心态如果不对的话，牧师也有可能会把你请你可能在被装备一阵子之后再回来舞团。那很高兴是我在儿童舞班跳了大概2年的舞之后，我也被选为舞团的团员，然后一起跟着他们其他的这个前辈们到其他地方来服侍跳舞。然后我们做的是儿童的音乐的音乐步道，就是用一些以前可能常常听过的诗歌，就是圣诗，然后有一个欧赞音乐事工，他们把这些以前的圣诗，把它转化成为比较年轻、适合现在小朋友听的音乐，就是让大家可以有圣诗的精髓，可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我们就为着这些圣诗来做这个伴舞。那我很高兴的是，跟他们一起去服侍的时候，就是看到台下的小朋友跟我们就是跟着音乐啊，跟着跳舞啊，就在下面跟着我们一起跳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开心，那种感动真的是很难忘的。因此，我热爱我的服侍，我也热爱我所赞美的主。那我的分享到目前为止听起来跟我的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也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和大家有关的信仰生活。那我先问个问题好了，每个礼拜六都有来聚会的举个手。每个礼拜六都有来的，好，那礼拜天也有来的，手继续举着。那就是你礼拜1到礼拜5都有读圣经跟祷告的举手。好多人哦，来给大家给个掌声好了。对，就是通常就是礼拜1到礼拜5有读经跟祷告的，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比较少的，因为很多人在读书念书，像刚刚有举手的国3的学生，应该跟我一样都在 K 书或是在补习班之类的。因为在这个世代就是你是年轻人的基督徒，真的很辛苦，因为又要读书，然后要有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家庭关系，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烦恼跟压力，很多事情都要我们花时间去处理。所以如果你还要再花时间什么读经祷告去教会真的时间都比人家还不够用。所以很多人想说那就是有去教会就好了，干嘛还要读圣经祷告，很麻烦啊，很浪费时间啊。对，我以前也是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到了教会参加服事，然后我的生活步调整个都会被打乱，因为就是我要面对我礼拜6、礼拜天在教会要服事，然后我1到5还要念书，然后晚上还要去补习班，所以我的时间那时候是很混乱的。然后那时候就请教我们教会的这个小组长，我就问他这样的问题，说我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他听着我讲这样的问题，他就回答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结合呢？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刚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想说教会跟学校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应该是2种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他后来又告诉我说，信仰和生活是同一件事情。这点提醒了我，生活应该就是我表现我信仰的地方。因此之后，我就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原谅我之前对灵修还有祷告的轻视，然后并求他给我智慧来活出我的信仰。所以我现在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上学之前我可以尽量早点起来，不要赖床，然后可以花时间来灵修。然后到了学校，包括在课业上的读书的心态，还有专心的程度，跟同学的关系，我相信应该都会因着我在脚上有神的话语当作力量，而让我可以知道读书是为了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别人才会看见我们背后的信仰。
但同学之间的摩擦也可能会因着神要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然后我们就会体谅或帮助他们。这样如此一来，不仅仅会解决一些平常挂虑的事情，也会成为这个一个不是只是礼拜六、礼拜天有到教会的一个礼拜就是2天的基督徒，是礼拜1到礼拜5，1年365天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基督徒是有使命要为神国来打仗的，所以建立好的形象也是很重要的，不是那种外在的形象，说长得很好看、长得很帅那种形象，而是要从内向外发出来的美德。圣经上有说，我们基督徒在团体里面是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不是要我们很骄傲的去管教别人，说你就是你过来啊，你过去，这样不是那种很骄傲的那种领导，而是我们要谦卑的去帮助那些其实他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身边人走向正确的路，才不会成为迷途的羔羊。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小牧人，为神国的事业来征战，不需要很多华丽的恩赐来装饰我们的服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团体里面的小牧人，可以带领我们的同学或是周遭的亲友、同事，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在我们身上有看到基督的形象，然后跟我们来教会，不用特别一直去跟他讲说，就信耶稣很好啊，然后要来教会啊，每个礼拜都要来，每天都要祷告，每天都要灵修。你不用跟他讲，当你的生活、你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一个这个有神馨香之气的时候，他自动就会被你来吸引，他自动就会好奇说你背后的信仰支撑你这样子能够每天很乐观的面对每一件事情，背后那股力量是什么？他会好奇的想要去认识你背后那位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带出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边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像我在今年跟去年，我都有跟我们教会去到国外，然后来去参加这个培训。然后呢，在出去之前，我也会担心我的课业啊，或是我的进度会跟不上。可是，在出去之前，我就跟神祷告。就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就写答案，然后有一题就不知道答案是 A 还是 B， 然后想说，就跟神祷告说，就是这一题如果我写对的话，那就是主啊，你要让我去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灵修会。然后如果写错的话，那我就那可能明年后年都长大点再去好了。然后后来就考卷交出去了，要说好那题就等发考卷啊，就想说到发下来就看神要告诉我什么好了。然后就考卷发回来，原本我那题就是猜的嘛，就是好就猜 A 好了，然后答案A 对了，然后其他题我本来以为会错的，结果都对，我那样考好像97吧，就很高分。然后想说哇，原来神好，糟，那神给我这样成绩上的恩典，好，那我就去参加这个灵修会。然后很高兴的是，我在那里有很棒的收获，在那里参加韩国祷告山的禁食，7餐都没有吃饭，然后就是一直祷告，然后唱诗歌、敬拜，然后听牧师讲道，然后这样撑了7餐，就本来以为做不到的，就做到了，感谢神。对。然后今年我是升国3嘛，然后今年的暑假。就是牧师那时候有邀请我说，要我去参加一个香港青少年的营会，然后就是在专门就是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很大的营会，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参加。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说，然后今年都已经要升国3了，那暑假的时候，我想说今年我开学之后就要升国3了，然后我暑假还要去补习班。那如果我要参加这个营会的话，也是1个礼拜，那我变成我学校要请1个礼拜的暑期辅导，然后补习班也要请一个礼拜的假。我想说，那这样接下来我回来的话，不是那个老师上面讲什么听不懂，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蛮紧张的。可是后来我就跟神祷告，因为就是上次韩国的香港，我也是向神来祷告，就是求神能够给我一个就是给我一个感动，看有没有要去香港的感动。然后在那时候，因为我外婆在那阵子就是生病住院，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担心外婆可能会在我去香港这段时间可能会就是离开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担心，想说会不会家人会觉得说我这种时候还出去，会感觉会有点对不起家人。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神也感动我的爸爸跟妈妈，他们听到我要去香港，他们
就说好啊，那你就放心的去，我们为神所装备，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事情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就是他们会来处理，然后也会体谅我。然后感谢神，我在回来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的外婆那阵子都很稳定状况，然后在香港那时候青少年的聚会，他们那里的聚会就是非常的在体育馆，然后是连续4天的营会，然后青少年那时候里面大概有4000多个青少年的同时在一个体育场里面就是敬拜赞美，然后他们的不是那种很沉闷的那种敬拜赞美，就是整场都很嗨，然后大家都就是自动就是一整排就是跳那个波浪，就这样起来下去，起来再下去，整个就是气氛是非常棒的。可是他们那里面有3/4都不是基督徒，都是他们的朋友去邀请他们参加那个营会，然后在营会结束之后，他们也都有决志。所以真的，我们相信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也可以带领我们周大同学一起到教会，参与教会的生活，把这么好的信仰能够分享给他们每一个人知道。那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全家到那个平安园，金山的平安园看我外婆，然后经过那时候我们要回来了，然后经过金山的海边，然后我就那时候走在海边啊，走在那个有那个青苔的那个石头上面。然后那时候我想要靠海近一点嘛，就是可以那个打个水之类的，然后想要就往那边走过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走一走，就突然想到已经就是变成天使的外婆，就是一闪神，然后就脚就没有踩稳，然后就差点要滑倒。然后这时候突然有一双温暖的大手从后面抱住了我，然后我回头看，才知道原来是我爸爸，他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然后当我要跌倒的时候，他就从后面伸出手抓住我。我不晓得上帝对你们来说是什么，但是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所认识的天父对我而言，不单单只是一个虚幻赞美的对象，也不是单单我要向其他人宣传的名人，而是会像我爸爸一样，活生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随时帮助我。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把我拉回来。我还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我那时候1、2年级，我那时候的个性就是比较自我，就是蛮骄傲的。然后我的同学都不是很喜欢我。然后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粉红色，不能跟我们玩。”然后那我听到的时候，当下我就跟他们讲说：“啊，不然就不玩啊，谁怕谁？我就不要跟你们玩，我才不要跟你们玩，我才不去跟你们玩呢。”然后我就走了。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上帝，我说1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到婆婆说可以祷告，然后我就向神祷告，因为我都一直哭，然后眼泪停不下来。可是快上课了，我不想要让大家看到我在哭，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就神啊，求你安慰我，然后擦干我的眼泪。就祷告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停了，然后钟声也打了，我就进教室上课。那感谢神，在我之后的人际关系，神有祝福我，让我能够在神里面，我也看到了这个我自己所要改进的地方，让我知道要怎么样去谦卑的跟我同学相处，或是能够体谅他们的一些我可能看不顺眼的行为，然后我也知道怎么样去爱我的同学。所以真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一位很棒的老。当我高兴的时候，他会跟我一起庆祝。像这样子一位那么好的朋友，你可能现在还不是很认识他，或是你还没有那么了解他，可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真正的遇见他，遇见一个世界上最赞又最酷，让你迫不及待想要去向全世界宣传说这位神有多棒的这个天赋。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有一天会遇见神。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大家，谢谢。